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6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第1节到第2节，11节到20节。内容记上卷22章第29节到40节，51节到53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1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审查家己。头起先要感谢兄弟的关心。前2天感冒无啥爽快，声音怪怪。快筛是阴性即摆已经继续好势。多谢。咱台湾甲几个亚洲的国家拢被称作上高考试的国家之一啦伫咱的台湾内底有各级的升学的考试，过去可能只有联考、大学联考、高中联考，现在开始考试有一个改变，有学测，有即个英语的检验，大学多元的入学，各种教育的会考。还有一个职业鉴定考试等等的，参加考试的人总是会一再来练习，来考察家己，自我测验，以确定家己已经准备好势今仔日的经文标题翻译做审查家己，英文呢是讲 examine yourself。意思是讲自我测验，还是讲自我检验安尼。讲到这个测验，每一种的测验拢有伊特殊的项目，每一个人嘛拢有家己职务顶悬甲工作顶悬的特质。就亲像好像讲，一个考音乐的人，袂去准备着要开一个话展。一个考汽车修理专业执照的人，伊袂去灶骹做练习、做技能课，准备来参加考试。咱看到《列王记》上卷22章29节到30节，圣经甲咱讲，以色列王亚哈甲犹大王约沙法去到基列去攻打拿伯城。亚哈对约沙法讲：“咱上战场的时阵，互我来化妆，你犹原穿着你的王袍。”所以以色列王就化妆去伫战场。即种咱看见着以色列即个亚哈王对犹大约沙法王伊的讲法，伊要化妆上战场，要求约沙法犹原穿着王服，这讲明就是要共挨。对伫即种古代战争，咱若有熟的时候，咱就知。无一个王去战场会去化妆，家己当作毋是王，佮互别个王继续穿着王服来出征。这个意思就非常明白了伊说亚哈王就是一个自我测验无合格的人啦。伊好亲像迄个汽车修理专业的人，摕着鼎话伫遐准备，要来拉一场盛大的宴席共款。一个无合格的王，抓出家己安尼做，就会当互伊家己脱离灾难。圣经继续甲咱讲，叙利亚王命令32个战车指挥官专门攻打以色列王一个人。所以当因看见约沙法王的时阵，抓出伊就是以色列王，拢去攻打伊。
但是约瑟法王一直喊叫喊休，因认出伊毋是以色列王，就无搁再解攻打伊。这就是以色列亚哈王的算盘啦吼。但是上帝计划却毋是安尼。咱伫接续的经文看见迄个无共款的记载。经文讲，可是有一个叙利亚的兵随便开弓，拄啊射着亚哈王迄个战甲衫的这个接棒。亚哈对赶车的讲：“我受重伤，转去退出战场。”亚哈王无偌久就当场死亡。接续的亚哈社却共款持续做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代志，共款是一个测验无合格的人。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爱审查家己，爱会晓得考验家己，这就是基督徒应该爱做的代志。保罗讲，恁着爱审查家己，爱考验家己，看恁是毋是过着信心的生活啊无？除非恁完全经袂起考验，恁知影应该爱知影耶稣基督伫恁的生命内面。我真毋望恁知，我并毋是经袂起考验。咱祈祷上帝，互恁袂做任何的歹代志。这毋是要表彰阮经会起考验，乃是要爱恁有正直的行为。即使阮强当作是失败的，阮嘛绝对袂会做任何对得真理的事。只有依互真理，阮软弱。恁刚强，阮应该是爱欢喜的。阮所祈求的是为着恁生存来祈祷，因为安尼伫离开恁的时写这个批，通好我甲恁见面的时，毋免用祝福我的职权严厉来对待恁。祝福我的职权是要建立恁，毋是要来拆毁恁。所以咱就知影，爱审查家己，爱检验家己，互家己测验。这是为着要互家己伫这个信仰的路顶悬，会通表现了更较好，更较互咱所相信的上帝来欢喜。基督徒应该时常反省家己的，逐工查验家己的生活，是毋是得到主的欢喜，有达到迄个目标啊无？诗篇77篇，我对上帝大声求叫，对上帝出大声，伊会暗耳通听。伫患难的日，我找主，伫眠时举手祈祷无停。我的心毋肯受着安慰。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晓了你早时的新约。我要深思你的作为，静静想你的所做。上帝啊，你的道路神圣，兼有生命的，亲像你遮尔伟大。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捌伫万民中显示你的权能。你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解救雅各甲约瑟的子民。上帝啊，大水见着你，大水见着你就拢惊吓。深渊嘛袅袅喘，密云摒落雨水，强冲大雷，你的
闪是四界蛇，四呐四界蛇。光烈啊风内面有你弹雷的声，闪是的光四甲全地，地摇摇带弹摇动。海中有你的道路，大水中有你的路径。你的脚无人知，你捌用摩西亚伦的手带你的子民，亲像在带羊群。恳求主帮助阮，成做一个会经得起考验的基督徒，伫信仰生活中间会当经历历练，愈来愈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